大家早，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当个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先做伙来唱这首《神永远的计划》。愿在个故事万有未造出，永远的神无人与他相处。他有一计划为你我定下，心头的愿望却未能表达。当我们认识神的这心爱美意，真是尽其有赞美洋溢。创世前你选我们，预定呼召我们，来得儿子名分。神圣的目的，神圣的目的，神圣的经意，我们有你形象，有你生命，成为你心造，你团体大气，满足你心意，彰显你自己。不久我们要现在永远荣耀中，基督神爱子同众弟兄，同心齐赞美敬拜，唱出所有的爱，永远与你同在。在创世之前，神就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的爱子。我们有神的形象跟神所赐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上帝就认识我们，赐下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我们知道这样的奥秘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何等美的一件计划。神是配得称颂与赞美的。与我们一起再大声的用这一首歌来敬拜神。愿在个故事万有未造出，永远的神无人与他相处。他有一计划为你我定下，心头的愿望却未能表达。当我们认识神的这心爱美意，真是尽其有赞美洋溢。创世前你选我们，预定呼召我们，来得儿子名分。神圣的目的，神圣的目的，神圣的经意，我们有你形象，有你生命，
自己。不久我们要献赞美敬拜，唱出所有的爱，永远与你同在。创世前你选我们，创世前你选我们，约定呼召我们来得儿子名分。刷到咱来吟圣诗274首，求主施大恩。求主施大恩，叫我来亲近。我心里无亲近你爱，尽我的心相信敬拜，求主降我来。引导我心来，引导我心来，有主的出现，叫我所感激。我心里有亲近欢乐，感恩主就会笑我，求主眼看我，以后变欢乐，以后变欢乐。求主最强我，好得我苦。我最我千千万万有我主看那，求主出手看。我心大平安，我心大平安。咱若有困苦的时，咱就祈祷求叫主耶稣，求主施大恩，互咱来亲近。咱心羡慕，深深意爱，情愿即时诚心敬拜，求主降落来，应点我心内，应点我心内。求主照亮我心的镜像，我
刷落来，咱阁吟圣诗120首，救主出声叫我。救主出声叫我，暖流会浪入我，大地呼打之前，地高救主面前，我主恩典，最高的下面，我多祈祷是靠救主名里，你心我的路，祈求大救的光，那我靠主耶稣，你灵命开我路，我靠主恩典，最高的下面，我多祈祷是靠救主名里。凡那心思有为，所行所做犯罪，只靠救主保惠，会洗清咱的罪。我靠主恩典，我靠主恩典，得赦免，我就福气甲欢喜，是靠救主名字。我心思有为，所行所做犯罪，只靠救主保惠，会洗清咱的罪。我靠主恩典，最高的下面，我多祈祷是靠救主名里，对是靠我的心，行道当就诚实，欢喜接下来我，路主大功劳，我靠主恩典，最高的下面，我多祈祷是靠救主名里。咱大家来唱平安。耶和华向我们说怀的意念，时时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世世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须见你。耶和华向我们说怀的一年，世世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须见你。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一年。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一年。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须见你。这个世界总是有足多声音，只有上帝会当赏赐予咱真正的平静甲平安。咱做伙来唱这首《安静》。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安静。安
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中有你的印记。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这么样的写着：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唯有从神来的平静，唯有从神来的平安，能够让我们的心真正找回那个力量。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上帝支取这样的力量。我们再来唱一次《安静》。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安静，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的父神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齐聚在一起敬拜神。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不管我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风浪，都求你像在加利利海平静风浪一样平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安静到神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也交托给神，愿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献上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咱准备来敬拜。
所竞选，互伊亲近你的，踮伫你的院内的，即个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圣诗，圣诗45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天父上帝至大仁爱，日日换新，永远无变。可笑众人多毋知，伊大慈悲时时显现。这是正起立金泉首。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罗马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是被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地上帝大平，伊要按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
体用文24篇，诗篇119篇。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记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予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神因为伊讲来消融。求你予我离开奸诈的路，求你予我的目睭越早无看虚假。求你的话将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疼惜你的律法，甲怎样啊？你的话做我头前的灯，你的话一开拆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是咱过来吟圣诗155首。155首，我羡慕真理的神，我羡慕真理的神，求你永踮我的内面，叫醒我的心，捌到你，越发明白圣旨。请咱坐咧吟的吟全首。这是咱3甲暗头的祈祷，听完的主，阮感谢你，一礼拜中佫保守阮平安的经过。阮知阮一礼拜中有艰苦有忧愁，求主你伫你圣的主任，阮佫有预备心来甲主你的圣殿敬拜。你也佫
用你的宝血要洗净阮，互阮的心会当清，会当，互阮的心灵拢是我可助力。互阮过来每一日拢有主你的话语甲保守伫阮每一人的心中。阮安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是俄罗声歌队。
咱恭信上帝的话，记在旧约申命记29章第4节到29节。申命记29章第4节以及29节。总是今仔日，耶和华又无互你会晓悟的心，会看见的目睭，会听见的耳孔。29节，秘密的事，上帝耶和华，咱的上帝，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咱甲咱的子孙。伊要互咱行即个律法一切的话。再来看一位伫新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到16节，2章第9节是照着所记载讲，目睭袂捌看见，耳孔袂捌听见，人的心袂捌想到的，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既然所备办的，若是上帝用圣神甲咱显明伊，因为圣神透彻万事，甲上帝的深奥。打人的事，若毋是家己的神，别人是水会知。安尼，上帝的事，若毋是上帝的神，也无一个会知。12节，若是咱所得到的，毋是世间的神，就是对上帝来的神。伊要互咱知，上帝所白白赏赐咱的，佮阮讲伊，毋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示的话。是用圣神所教示，将心灵的话结合，上心灵的事，若是属废弃的人，无承受上帝神的事，因是看做戆，也袂捌伊，因为对神才会切度，独属神的人切度的万项事，也家己无互人切度，因为。是谁有知主的心，通教示伊啊？若是阮有基督的心，是正道，求主使我会当明白的心。请咱请众牧师。亲爱的大家平安。咱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安静阮的心。阮强强要听你的话，因为阮知你的话非常的宝贝，要成做阮脚前的灯，做阮路上的光，也要成做阮的智慧。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赏赐阮。晓悟的心，互阮伫你的人面的中间，阮成做一个有智慧、会当看见看袂到的上帝的囡仔。阮伫你面前安静的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晓悟的智慧是世间人所缺无的。咱的教会这半年中间所咧查考的圣经是箴言，箴言一个真要紧的主题。就是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意思就是，一个愚戆的人，因为敬畏上帝，伊的目睭就要看会清楚。晓悟的心是圣经中间真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圣经对头到尾所讲的话就是，虽然人伫世间的人有看，但是无一定看会清楚，有听。却无一定会了解。对圣神降临节开始，有咱的姊妹，有咱的兄弟，咧问牧师讲：牧师，我真渴望会当真真实来认捌上帝的圣神。我真渴望我会当真正经历到这个看袂到的上帝。这就是基督教的这个大家庭的中间，有个人真紧。就伫伊个心灵的中间，感受到即个看袂到的上帝。总是有个人可能真久长，真想要入捌上帝，但是好亲像即个上帝离咱真远。今仔日的祈祷就是咱共同的祈祷，讲主啊，求你赏赐我有晓悟的心。巧巧的囡仔
有当时毋免人教，伊就有一个真敏锐的智慧，这就是箴言所讲智慧甲聪明。所以听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这两段圣经，特别对申命记，申命记兄弟姊妹，恁也会当，恁就去定心中整个第29章定心读一摆。是迄个申命记29章是咧讲起以色列人因离开埃及40年伫旷野生活了后，最后这个阶段要进入迦南地时，上帝通过摩西甲这个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伊讲到今仔日，恁还阁袂当晓悟上帝的话。这段圣经中间，特别是第4节，伊讲到今仔日，上帝也未赏赐恁晓悟的心、甲看见的心、甲听见的心。其实这段话毋是咧讲起上帝无赏赐以色列人这种属灵的智慧，是咧讲起世间人有时真愚讲，虽然上帝有讲话，但是因听袂清楚，听袂明白。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这是牧师今仔日所共读的圣经，邀请咱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对咱的心中甲上帝祷讲：主啊，开我的目睭，互我会当清楚看到你；主开我的耳孔，互我真正会当听见你。亲爱兄弟姊妹，求就要互咱，愿每一个今仔日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伫恁的人生的中间会当享受，甲这个看袂到的上帝坐做伙，恁会当感受到上帝所赏赐咱属灵的能力。人的科技愈进步，但是人失去真侪这种感知的能力。传统上，咧讲起人类有5种的能力，一种就是视觉，一种就是听觉，一种就是嗅觉，一种就是味觉，第5种就是触觉。无论是互风吹过，无论是咱互相握手，无论彼此的拥抱，迄个触觉对咱来讲真重要。但是因为今仔日咱互真侪多媒体这个科技的物件的影响，咱有时失去一种真敏锐的感知人物的能力。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到上帝面前，咱甲上帝讨。除了这5种肉体的这种的能力以外，还有一种就是咱俗语常常咧讲的第6感。兄弟姊妹，你敢捌听过？你的朋友咧甲你讲，我的第6感足准。什么叫做第6感？第6感就是圣经中间咧讲，伫属灵的内底，迄种圣神的帮助的智慧甲能力。虽然我无亲自用我的肉体耳孔听见，虽然我的肉体的目睭看袂到，但是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一种，就是上帝的圣神踮伫我的内底。我忽然就成做一个会晓悟的人。兄弟姊妹，对上帝创造咱开始，咱其实就有这种伫圣神内底的能力。但是因为咱无去使用这种的运数，就是因为咱无去操练甲上帝圣神亲密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常常用肉体的能力来咧认捌上帝。这就是对圣神感应节，有人问我讲，牧师，你敢会当甲阮讲更较济？要安怎伫圣神的感动的内底，真侪甲上帝有真实的关系？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咱的目睭，开咱的耳孔，更较要紧，开咱的心。你有时会看见一寡影片，伊咧讲起真牛的猎人，亲像印第安人。真侪人咧打猎的时阵，拢无法度看到迄个足微细动物行过的脚迹，因无法度听到迄个听袂到的声。但是电影咧描写讲，有个真敏锐的即个拍蜡的人猎人，因雄雄安尼，忽然有一个感觉，目睭闭起耳孔咧听，因就会感受到，好亲像伫咧树林内底，人看袂到。遐存在沼泽动物，所以兄弟姊妹，
愿咱真做一个有敏锐、圣心同在基督徒，咱真正甲上帝讨讲，主啊，求你赏赐我晓悟的心。这就是《申命记》第29章第4节，伊讲求天父上帝赏赐。主啊，你早就已经赏赐予我，只不过我未晓得使用你所赏赐我这种属灵的智慧。愿主的圣神充满每一个咱的囡仔，嘛充满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上帝开咱的心，互恁通过伫今仔日的礼拜，恁真做一个有感知能力的人。感知的能力是真重要的智慧，这毋是读册会当学到的。因为有真侪人一世人读册，但是死读册，伊袂当活用迄个知识，伊嘛袂当互即个知识真做一种敏锐的感觉。这叫做睿智，这叫做晓悟。今日圣经，第不教讲顿悟，就亲像午餐祭神。伊忽然的中间，伊就有一种的醒起来，伊感悟到一种真特别的智慧。圣经内底咧讲起，踮伫人内底的圣神，伊就要帮助人明白看袂到的上帝的代志。踮伫咱内底的圣神，要帮助咱参透、准读上帝对创造世界以来稳重的智慧。我要邀请每一个青年，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讨讲。自我除了了解这个世间事，我嘛毋望会当了解伫这个宇宙、天地中间人类所需要明白奥妙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有的感知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但是有一项真要紧，就是第六感。圣经讲属灵的智慧，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开始帮助你，互你慢慢成长。伫教会，毋是讲你来了久，你自然而然就一定会有这种属灵的智慧。伫教会要会当得到属灵的智慧，毋是比赛你伫教会的时间长甲短。最要紧的一个关键，就是咱敢有准备好势，将咱的心门拍开来领受。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讨讲，因为今仔日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讲，伊讲圣神踮伫你的内面，圣神所予你的智慧是上帝恩赐，是上帝白白赏赐人类的恩赐。啊，这你相信吗？你敢有确无？这个上帝将这种对天灵来的智慧放伫你的内面，互你开始对今仔日开始，毋是干那听语言的讲道，是真正对咱的内面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有一种属灵的能力，咱甲这个看袂到的上帝有真正真真实、佮甘甜亲密生命的关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所听兄弟姊妹，恁无一个人失去这种的祝福。愿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因为今仔日咱所领受这种对天灵来祝福，咱真做一个有福气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哥林多前书第2章12节，伊讲：咱所领受的，就是对天灵来上帝所赏赐咱的神。咱所领受的，就是天顶的上帝所赏赐咱伊家己的圣神。这个圣神要互咱有能力，通知影，通晓悟，通明白。所听兄弟姊妹，就算做你读真多的学位知识，但是若毋是圣神的帮助，咱人类也无法拍开迄个晓悟的心门。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恭敬，咱安静，咱对咱的天父上帝讲：主啊，我需要你，求你帮助我，拍开我属灵的心门。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伊会通真紧，就明白
晓悟上帝会听。总是有个人伫教会一世人，伊就好亲像常常咧拄久的基督徒，伊知影上帝的存在，但是无享受到上帝存在迄种活跳跳的欢喜。所以兄弟姊妹，愿这个上帝成做你的帮赞。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愿意，毋是听牧师的讲道，你若愿意，就是恭敬、脚步，家己伫你安静的时，你甲这个上帝讨。因为上帝毋是一个真偏心的父母，伊袂讲伊敢若互曾牧师，无互你。这个上帝毋是敢若互基督徒，伊嘛会互非基督徒。这个上帝所享受的真理，这个上帝所享受的救恩，是白白互世间所有的人。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悬的听，毋是敢若互基督徒。耶稣伫十字架顶悬的听，是互世间所有的人。咱若愿意，毋是因为你成做基督徒，这个上帝才祝福咱，毋是，是因为咱对心内，咱讲主啊，我需要你。愿咱才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安尼，咱要问咱家己讲，我要安怎拍开我的心门？我要安怎领受这个完全的焦逼的，才做一个有真敏锐的属灵的生命甲智慧能力的人？但是咧，我要甲恁讲两个，一个是禁区，一个是操练。禁区就是主动你明白晓悟上帝主爱，迄种的主动。第二，我要甲恁分享四个，我要安怎领受上帝伊的祝福的能力，拢是记载伫今仔日这两段圣经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一，咱得到帮助，是因为上帝享受伊的圣神。今仔日圣经保罗讲，除了圣神以外，敢有人会当知影你我咱内心遐个稳重的代志？我毋是你捌倒来的面堂，这是咱台湾人所讲的话，对无？我要较会当知影你心内所在的事。所以每一个人有伊稳重的事，但是咱生命的事，独独只有点伫咱内面充满咱迄个圣神，伊知。啊，这个圣神毋是干那知尔，这个圣神嘛会对你讲话。这叫做第六感，但是更加要紧，这叫做圣神的感动，或者圣神的责备。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咱真正安静落来，放开咱的双手。有时咱有太多的坚持，有时咱有太多的无用，所以至到咱无法度安静听上帝的声。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发出咱的祈祷。今仔这个礼拜是一个祈祷，伫这个礼拜中间，每一个人拢受邀请。伫这个礼拜中间，无论是囡仔，无论是大人，拢受圣神甲圣经的邀请。咱对上帝祷告，主啊，互我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互我成做一个会晓悟的人，互我成做一个有能力的人。我目睭开开，我开始要操练我所有的属灵的能力，毋是干那会当看，干那听，干那当想，干那担，干那偏。我要真正用我整个的灵，用我内心，真正用我的内心来感受到上帝为我所有备生命的祝福。兄弟姊妹，咱对申命记开始来讲哥林多前书。申命记咧讲起上帝百姓伫旷野40年，摩西责备因讲：恁经过40年，恁的鞋也无破，恁的衫无破。上帝要求恁伫40年的中间，伫旷野中间有水通啉，有玛纳通食。恁还阁未明白，这个上帝嘛，恁敢未晓悟？因为恁的心内无有晓悟的心。所以今仔圣经是安尼咧讲，伫教会30年，无一定会当叫做一个晓悟的基督徒。但是有个人做一届礼拜，伊忽然规个心就柔软。伊就甲上帝讲：上帝啊，
你是我一生所欠过的人。现在你要做这种人吗？你要成做你的家族中间的祝福吗？我的外祖高祥福就是这种的人。伊去做礼拜倒来了，伊毋是一个足认捌圣经的人，但是伊去太平间教会，行20公里、30公里对高雄县的中路行去到台南。伊伫做礼拜倒来了，就将伊的厝邻那个大厅的公阿妈请了了。我的外祖的爸爸太祖，伊规钟头哭讲，我的囝咧起笑啊，我的囝去互煞着，公阿妈请了了。请了了，恁知影意思吼？我的外祖甲伊讲：“爸爸，咱若要信，爱信真诶。较有人做一届礼拜，伊的生命就改变。因爸爸叫好名，因为伊名叫做高祥福啊。但是毋是名的问题，是上帝圣神将这个晓悟的心、甲晓悟的门，甲伊拍开。所听的姊妹，毋是咱教，是咱的心，什么时阵向上帝幸福、顺服、敬畏，咱的生命就得到改变。原咱伫主的面前，咱知影晓悟的心最重要，伊的祝福就是互咱明白，这个看袂到的上帝是真的神。晓悟的心，互咱明白，除了耶稣以外，咱无救主。晓悟的心最重要，就是互咱明白，这个圣经是上帝的真理，伊永远袂改变。无论这个世间的智慧安怎主张，独独上帝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晓悟的心，互人明白，耶稣所讲的天国近啊，恁就紧紧来进入。天国的门是细，天国的路是矮。恁就爱来行这条天国的路。马太福音11章，耶稣就是讲到夜景的譬如。伫个夜景的譬如的前后中间，耶稣就引用以赛亚第6章第9节，伊讲到：人听袂记，听袂清楚；人看嘛看袂明白，因为因的心互油包起来，因为耳孔互人耳屎塌的。因无法度明白上帝国的奥妙，愿主临到伫咱的中间，将这个幸福的智慧轻轻讲互恁听，毋免大声，圣神的话轻轻进入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互咱真侪有福气的人。主祝福咱，今仔日的圣经要甲咱讲起。上帝对起头到今仔日，伊是起头的上帝，伊是今仔日的上帝，伊嘛是将来的上帝。所以无论是申命记对圣经的上开始，以及到圣经的上落尾，保罗才使徒所讲的批信。所以咱共读这两段圣经，最重要就是要提醒咱，上帝伫早前所讲的话，拢是真的，伊要帮助咱对今仔日到永远。除了申命记、传道书、以赛亚，后来到马太福音，以及今仔日所读的哥林多前书，拢是咧讲起人袂通准托。伊讲起头上帝创造万物，国照伊的祭期，上帝将永远的应允放伫人的生命心内，对头到尾人袂明白。但是当上帝开咱的目睭，咱就要明白讲。我今仔日无搁再为着我家己活，我是为着迄个看袂到的上帝来活。上帝用伊自爱的声来邀请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改变，改变是最大的祝福。听讲道最大的祝福，就是互上帝的话改变你。无论你过去怎样，你若愿意。你伫主的面前，搁一摆，你甲上帝讨。主啊，我过去的生命无够完全。主啊，我的生命有真多的软症。主啊，我的生命有真多的搅扰。怜悯人的上帝，求你换手伫我的心内，
互我领受你圣神的同在，晓我的心，咱才会当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就是要将天顶的天堂，迄种所有存在生命的规律，放伫咱的内心。所以，当耶稣咧讲道，伊讲到上帝国归来的时，耶稣学生就问伊讲：主啊，上帝国伫什么所在？耶稣甲伊讲：天国就伫你的心内。兄弟姊妹，你若愿意，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要将天顶所有人存在的尊贵、快乐、感动、良善、圣洁，拢完完全全放伫你的心内。你知影这种的祝福有偌大吗？意思就是过去咱是一个真粗俗的人，但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要互咱成做一个非常有价值、佮尊贵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主动咱领受上帝所赏赐的属灵的智慧，主动咱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是甚么？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虽然咱拢讲咱是基督徒，但耶稣捌安尼劝勉讲，用嘴讲主啊主啊的人，无拢会当入天国。恁会记得这段话吗？这句话最要紧就是咧讲起，人身为一个基督徒，成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若出一支嘴，伊永远袂成长。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伊首先讲：我讲真多的上帝国的真理、夜景的譬如，这粒种子也伫人的心内。虽然同款拢是上帝真理的种子，但是改变的生命无逐个人拢同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爱会晓伫甲上帝。上帝，我若有你，我就一定有智慧。上帝，我若无你，我拢毋免讲要爱有甚物种的能力、幸福甲智慧。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真理、幸福、光明、平安伊的源头。所听下这，掠了上帝就得到上帝，离开上帝就车跋冰。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无晓我的心，就是只有出一支嘴，但是毋是对心中敬畏上帝。所以大笔才伫伊的诗篇16篇中间讲：我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我敬奉耶和华，意思就是我将上帝放伫我的心内，用我的心来敬畏伊。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来享受这种敬奉所带来的改变。第二，血气，人的生命中有一半，可能更较济，就是人的血气；个另外一半，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圣神。但是多数的人也未幸福进前，可能100%拢用血气来过生活。所以今仔日你会当看到真侪社会的新闻，人真够受气，对不对？报纸多昨尔咧讲起，伫迄个顶仔骹，总统府无偌远，伫迄顶仔骹有一个少年囡仔，高中生对遐行过，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人，骑奥多麦共弄迄个顶仔骹。弄过了，家己徛了袂好势，去共去骑着迄个高中生，我都摆放落，搁落来摕安全帽，讲共喊甲变做脑震荡。今仔日个人若无上帝，人真够受气。兄弟姊妹，这礼拜我去台北开会，要倒来时，伫高铁站要停好，要倒来台中。我伫个排队中间，忽然有一对翁仔某，伊甲我讲：“你是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我过甲看讲：“你是安怎问我这个问题？我的面敢有写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我的西装顶有一个咱教会的五饼二鱼的十字架，所以我就越过，甲伊聊天。这个太太同我开始聊天了，我伫个单车10分钟，
迄个高铁还未来，迄10分钟，拢总伊咧讲话啦。有足济的话想要讲，伊讲啊，我著足尊敬恁基督教，啊，我嘛足爱做基督徒，但是因为阮有传统啊，因为阮有官妈无法度啊，吼，哇，直咧讲一篇足大篇的，啊，伊讲伊是对劳动来啊，吼，伊讲吼，敢若恁基督教才安尼做啦，人奉献的时阵吼，奉献到一个境界，佫会讲莫佫奉献啦，伊恁去想着啥？劳动迄个圣母院，吼，迄个病院，迄个神父有无？对意大利来迄个，啊，伊因为意大利受到即个肺炎的影响，伊怀念伊的故乡，伊毋敢流目屎，啊，伊的目屎都唤起台湾人，吼，行，哦，食人一喙，行人一斗，迄种感动，台湾人是足可爱，吼，所以奉献1亿5千万，啊，伊感激甲挡袂牢。啊！伊就讲毋好阁献啦，安尼有够。伊讲哦，不够，安怎献拢献无够。啊，这毋是我讲的哦，这是伊讲的。伊的意思是讲，慈济吼，伊家己讲慈济伊永远袂关起来伊的奉献的口罩啊。啊，我无意思要批评宗教，毋是。骄傲的心，这个人我头过甲伊讲，阮先生吼，伊逐工拢咧看。Good TV， 我心内讲，上帝你祝福这个翁仔某。虽然伊讲因真困难信耶稣，但奉主耶稣的性命带伊进入上帝天国的梦。我相信上帝救恩已经入这个家庭，你相信吗？伊个对伊的阿弟仔来摕迄张车票，甲我讲，我真正是对路当来，我都无怀疑你对路当来。伊个甲我讲，我对路当来台北。吼，伊讲我的丈夫就是。带着一间病院，主啊，怜悯我。人的血气会互人沉沦，但是内底的圣神会互人较无上帝圣神。这对翁仔某已经开始较无上帝所带予基督徒的迄种的满足，迄种的自信，迄种的无贪心，迄种的骄傲的心。现在你愿意这个圣神嘛进入你的人生嘛？愿天要上帝帮助。耶稣伫我拄则讲马太11章讲毋对，应该是马太13章。吼，马太13章伊讲，因为这个人吼叫做迄个心血管症造啦，吼，迄个伊的血内底小侪迄个油脂，所以圣经内底足早咧讲心脏病吼，啊，心血管阻塞都爱去通安尼，吼，因为心叫油包起来，因为伊较互因晒晒的。伊的目睭刻刻，虽然上帝甲伊将真水的祝福放伫伊的目睭前，伊都无愿意拍开伊的目睭。主帮助咱，伫今仔日咱来领受。保罗伊讲，咱所领受的是对天顶来的圣信。哥林多前书2章12节有2句话，恁一定爱记起来。第一，咱要领受对天顶所享受的圣信。这个圣神要成做恁一生的帮助。这个圣神看袂到，但这个圣神要入恁的心。第二，这个圣神要互咱明白晓悟，这个圣神要互恁有属灵的智慧。特别在座的青年，上帝圣神来甲恁三角地带，恁就无容易互这个世间人欺骗。恁要成做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无论是你的老师，无论这个世间的这个媒体，讲甲喙角全破，但是上帝的圣神若甲咱三角地带，咱一听就要有智慧，当判断这个人所讲的事对也是毋对，是血气，也是上帝圣神圣洁的真理。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内底。无说今仔日要甲恁提起4项。对今仔开始，这是恁的功课，毋是结束哦。今仔日是咱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当成做一个有晓悟能力的人？第一，恁爱亲像耶稣，因为今仔圣经讲，咱有基督的心做心。什么叫做基督的心？耶稣独独用天父上帝做伊的生命中间心所爱，伊听天父上帝。
伊用上帝的旨意做旨意，伊用上帝的道路做道路。这就是听。咱若听上帝，咱无理由无领受明白上帝的祝福。而且爱相信，咱的心中若有听，咱对心内若听这个看袂到的上帝，虽然咱一起头无把握，但是咱心中若愿意，咱开始甲上帝有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要改变你，互这个信仰成做真的信仰。第二，咱爱邀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邀请这个看袂到的圣神。就伫你的生命内底，你若要听圣灵内住的生命，你会当重新去听几礼拜前牧师所讲的圣神降临节所讲的迄个内容，或者恁看迄个内容的周报，恁会当看。我要怎样，互这个圣神真正踮伫我的内面？如果若有圣神踮伫你的内面，这个圣神要成做你足大的帮助。徛伫十字路口的时，当你心内毋知何去何从的时，当你拄着最迷惑、混乱的时，这个圣神要对你讲话。这毋是第六感尔，这就是圣神所带来伊的光照甲感动。第三项，兄弟姊妹，爱洗清气咱的心。要啉清气的水，就要摕清气的杯仔来底。因为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都要用神、用诚实来敬拜伊。所以兄弟姊妹，人若无圣洁，就袂当看见上帝。这是圣经明明所讲。因为上帝是足清气的，咱若是用垃圾的心。这个圣神会足艰苦，所以呀，这咱做袂来。但是，牧师要甲恁分享一项：当你感觉你袂堪得，当你感觉你的生命无完全的时，毋是咱家己清起咱家己，是恳求主耶稣用伊的宝血，过一摆洗清咱的生命。咱等一个若捧起这个圣餐的杯时，所听下这，你甲上帝讨，甲主耶稣讨。主今仔日我啉这个杯，互我的生命过去就拢过去。对今仔日开始，互我成做新的人，新的活命。第四项，咱若要晓悟上帝的话，因为今仔日的圣经所讲。伊讲上帝奥妙，独独只有上帝知。但是人类明明会知的代志，上帝已经赏赐予人类。伊的意思就是讲，在早上帝就已经赏赐摩西五经，后来赏赐旧约的圣经，后来耶稣的时代赏赐人类新约的圣经。伊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人晓悟上帝的工区。上帝虽然是奥妙看袂到，但是人要通过圣经看到上帝。愿恁享受读圣经，我真正对心中常常为恁祈祷，互恁真正享受读圣经。有一日，当你开始知影圣经会甘甜的时，你会停袂掉，因为你每个日，你的期待要读，搁再读，因为上帝的话要将真多宝贝放伫咱的人生。我毋望若会当开搁较侪班的查经班，因为拜六用的查经班，有的人时间可能毋是真适当。所以感动的中间，我咧问讲，我会当伫什么时阵搁加开第二班的查经、第三班的查经？是不是要开伫日时透早，或者开伫拜六的下晡，还是开伫礼拜讲到了后，礼拜下晡时？所以兄弟姊妹，
你若读无圣经，但是你想要读圣经，你毋免客气，恁来找牧师。就说恁一个人，我嘛愿意陪恁读圣经。但是愿望，恁真正享受着读圣经。我嘛要鼓励遮有来查经班的兄弟姊妹，恁爱认真读圣经，因为有一日，毋是敢若牧师咧分享查经，是每一个基督徒拢会要带人读圣经。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因为伫今仔日咱祈祷礼拜时，耶稣要进入恁的心内，恁的生命中间，要有这个充满能力的主耶稣，恁相信吗？恁甲主祷讲，主啊，请你来。等一咱收圣餐的时，你摕这个饼的时，你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食这个圣餐的饼，但是你的生命要进入我的内底。这青年，你毋免感觉足郁卒，讲无事干那好遮大人无互阮。恁虽然无食着，但是恁若心内讲，主耶稣，我需要你的时，迄个时阵，主耶稣绝对不缺席。这个圣灵要甲恁三甲地地。愿上帝用圣经的话来帮助咱明白属天的代志。所以教会有一个真要紧的使命，查经班有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用上帝圣神的话、圣神的语言来解说上帝圣神的代志，用圣神的语言来解说圣神的代志。也这有耳孔的人就爱听，因为这是圣经最后要合起来时。约翰伊所写记载伫启示录，伊讲有耳孔的人，恁就听，因为这是上帝的声。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甲阮三甲地地，互阮用生命甲你结连。愿听候要领受圣餐。主耶稣，求你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家庭，进入阮的心内。愿安静听候，切切恳求，主你赏赐阮属天的活命。愿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咱用祈祷的心来吟这条圣诗217首，准备来守圣餐。提饼祝下白好树东，讲我身躯提恁拍破，恁提起家来笑脸我，因老旁背感谢上帝。讲一个背互恁大家，我会流出罪因的救，写罪的恩，互恁享受。下心上来最光，今日耶稣的圣会，你的相信会被荷兰，难得来加成就来临。欢喜
咸咱的心。阿门。大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三甲来领受主的圣餐。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今仔劳苦背重担的人，就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我要进入就近伊。来甲伊啉食，伊也要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别迄暝，又擘饼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咧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耶稣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感谢你，你差遣基督耶稣来到世间，成做阮人类的救主，用极其痛痛来表明上帝你完全无保留十字架顶悬的痛，用这个十字架的痛，搁再设立这个圣礼典。互这个圣餐来养起所有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这个饼就是你的身躯，这个葡萄汁就是你的宝血。至圣的主耶稣，请你降临伫阮的礼拜堂内底，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餐，你分别这个饼，互伊无搁再是饼，你清去这个杯，互伊成做你的宝血。互饼甲葡萄汁，带有你搁我的大权能，互每一个基督徒重新得到快乐，为主你来雕跳。至圣的主耶稣，请你来，我奉你的圣名，求主你，互这个饼甲葡萄汁，成做圣洁的食物。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你的圣尊名求。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来请陈英宏长老以及刘克良长老来旁饼。主讲，这是我的身躯，就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来用敬虔的心。安静，准备来领受主耶稣。主耶稣，我感谢你。虽然我不配，但是每一摆我摕到圣餐的饼的时，我的心充满感谢。我知若不是你，我还搁伫黑暗中咧找找。主耶稣，你就是真理、
活命道路。主耶稣，阮恳求你进入阮的生命中，阮要用圣餐来纪念你。至圣的主耶稣，请听阮的祈祷。至圣的主耶稣，请听阮的祈祷。主耶稣讲，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这个饼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世间人牺牲流血，破碎伊的活命。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听呀，这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饼？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手结长老、小庆长老、甲终身长老来旁边旁杯。所以说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说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说讲，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
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所听的这敢有人无捧着圣餐的杯？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要用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阮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你极大无比的疼，互阮领受圣餐，是阮灵魂的食物。通过圣礼典，互阮明白你的疼痛，互阮甲主耶稣结连。真做身躯一体，也真做你天国的后裔，是你忠实的囝儿。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伫你面前，将阮家己交托你的事，求你接纳阮，搁用慈悲帮助阮，互阮通持守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荣光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准备来奉献。大家请坐。今仔日是咱中华中会青年部的纪念主日，咱要关心青年的事工。中会青年部有请刘玉明代替青年部伫这个所在来报告。
咱请刘一鸣来报告。往下。往下。就是咱每一年拢有一个主题啊，今年主题就是同行。啊，跟成三个就是与神、与同工、与人啊。与神是与神同行，就是咱做一个叫做咱去关心上帝咧关心的事情，咱去求神的国甲成就。啊，第二个是与同工，就是同心合意啊。就是咱咧办活动啊，也是咧互赛的时阵，咱每一个同工都要同心合意，伫个主的内面啊。啊，第三个是与人，就是每一个生命拢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是咱透过咱的宣教活动甲互赛，会当互遐明白耶稣的人会当明白耶稣，因为十字架的爱是那个每个人都拥有那样子。嘿，还是台语无练转啊，见谅解。OK。这是咱就是每一年拢会活动，就是嘿，像2月1号咱是同心营，啊，搁有迄青年部大会，啊，搁有一寡迄些童工训练之类的但是因为即卖迄气氧疫情，所以有些就是部分被那个就是缩短那样子，像我们的暑期活动就有一些那个缩短那样。OK， 那我们就大概看一下那样。好，这是暑期异动活动。OK， 啊，这就是咱近半年的活动，就是当心营，就是伊个就是邀请每一间教会青年来参加安尼，然后透过一寡活动甲分享，会当教阮安怎去做一个领导者安尼。OK， 这是咱的迄相片啊，虽然我无参加啦。这个相片，伫个彰化市的永福教会啊。大家足欢喜，算游戏安尼。大概就是安尼。好，最后，请可以邀请大家那个拿起你的手机呢，可以拍一下我们那个官方赖的 QR code 啊，还有那个有脸书的人可以拿起你的手机帮我们那个彰化中卫青年部按个赞，或者是在座的各位的年轻人，如果你们有 IG 的话，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账号。OK， 那我们最后就是看一个影片这样子。很多人一起揪我来，所以说就参加了。那毛小英。我妹妹就是说她想要来，她要托我来。为什么你会想来参加营队？很多人一起揪我来，所以说就参加了。我妹妹就是说她想要来，她要托我来。我们的暑假都会办一个就是青年营的活动那样子。区的小组长，那想说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活络。去年有参加过，那我今年就是想要再特别
副部长不能不来啊，没有啦，开玩笑啦。因为觉得要趁还能服侍的时候，要好好他现在是部长服侍，不能愧对上帝。请问信仰对你来说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心灵寄托。给我一种就是很充实满满的爱。有温度的爱吧。我觉得信仰是一个可以拥抱我的一个避难所，让我有回家的感觉。回家真好。回家真好，回家真好，回家真好。回家真好。好，我们大概影片就是那样子。OK， 帮我跳回那个这页 PPT， 谢谢。然后就是这几单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希望就是大家有看到我们的那一张里面有个信封袋那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的事工跟宣教那踊跃奉献那样子，谢谢各位。咱真欢喜刘一鸣今仔日甲咱做报告。青年是古早拢讲青年是明仔载的教会吼，青年大了就是将来的教会接棒。但是即摆世界毋是安尼讲吼，即摆世界是讲青年就是今日的教会。意思是青年毋是到明仔载、到将来才要接棒，青年就是即摆教会的一份子吼。咱伫咱的教会，咱真知影讲青年事工、青少年事工的重要。真欢喜刘一鸣伫中会参与，咱嘛鼓励咱的教会的青年参与中会，嘛参与总会吼。咱有一寡事工，所以咱有时咱会伫爱立台湾的活动内底吼，咱会通关心大岛，嘛有遮的奉献吼。咱来吟这条诗歌，耶稣听你吼。耶稣听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在咱的心中。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愿主永远听望着咱的生命，互咱知影耶稣无离开咱。咱今仔日有一个真特别的兄弟来甲咱做礼拜，陈俊彦，伊较早捌伫喜乐堡医院工作过吼，即摆住伫中华，足久无来咱即礼拜中间牧师接到伊的电话，特别咧问讲要安怎坐车来，咱真欢喜，今日足早就对中华坐车来吼。咱欢迎伊伫咱中间吼，请坐。咱真欢喜伫主的听的内底，咱是一个大家庭吼。咱真欢喜今日陈兄弟来到咱的教会，甲咱做礼拜。咱嘛真欢喜今日有对台中台演讲兄吼，上帝祝福咱，祝演讲兄演讲所吼，咱真欢喜因都来甲咱做礼拜。敢有应该无第一摆来嘛吼？主会听甲咱三甲弟弟，主会听甲咱三甲弟弟。牧师要甲咱报告一个事工，就是后礼拜的礼拜了后下昼，咱下晡后礼拜下晡的1点，咱的教会要有一个音响的使用的研习会。这个讲师就是甲咱教会做设备的这个音响的陈弟兄，一个陈兄弟。伊专工对台北落来甲咱做指导，像讲咱带敬拜单的，咱安怎使用这个乐器？因为咱的教会这个设备中间有
其实有真好的设备啊，但是有一点仔复杂。若无用心去学，有当时即个音响的部分就足无彩，因为咱的音响其实功能足强吼。所以伊落来时，我想讲，咱会当邀请搁较济，恁若时间上会拄好，也想特别恁拨时间来参加，对将来恁带敬拜赞美有帮助。咱的青年应该嘛爱受训练，将来每一个人拢会晓学安怎用即个音响吼。除了伫教会侍奉以外，其实多学一些复杂的这种的音响、音控，其实对恁将来伫人生中间，无论去到什么所在，有可能若要侍奉，恁就有这种的能力吼。所以后礼拜恁若时间会拄好的人，牧师邀请恁做伙来参加吼，做伙来参加。好，下面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生日的祈祷吼。这礼拜有数节节，咱请生日人来头前，好无？请生日人来头前。咱做伙来祈祷，吼，咱做伙来祈祷。稳定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阮仰头仰望，因为你是阮一切稳定的源头。阮恳求你用你的油甲稳定，我伫今仔日生日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是书记执事，无论是有序，祝福每一个这礼拜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因亲自对上帝你来领受天顶的祝福，互因属天的祝福满溢，互因伫属世的祝福嘛确实。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也恳求你的圣神，赏赐因晓悟的心、智慧的灵，互因成做一个好的生命的管家。因将因一生献做活祭，也享受上帝你甲因拍破，亲像圣餐的饼，五饼两尾鱼，伊要成做一个用生命祝福别人的人。阮伫你面前恭敬恳求主你圣神的充满。稳定的满满，我来恳求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咱来请师会来报告。报告，顶主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拜三祈祷会8点是伫礼拜堂，拜五的家庭礼拜拢暂停。青少节的嘛是暂停，查经班咱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有查经。圣诞的活塞咱下礼拜请胡素芝执事，名师是青少节，司琴是刘一鸣兄弟，书院是廖敏娥执事甲我本人。招待是第2组，爱餐咱即马暂停。新眼光的读经表咱照安尼灵修，集体交通。本主日有圣餐，咱大家预备心准领圣餐，请小会员预备心。本主日礼拜了有董酒会，请董酒出席。第2，本主日是中中青年主日，请大家关心台岛。第3，7月15到17是青少节的生活会啊，欢迎踊跃报名参加。第4，7月12日主日下晡1点。教会音响的使用甲操作的研修训练，欢迎所有意愿学习的人用参加。人捌安怎用麦克风、音响的性质，特别是核心的动工，安怎直播音响的调整、分特盘的功能。第5，7月18日，妇女团契知性之旅一日游，厝的人用报名参加聚会。妇女有补助，7月12报名截止。第6，为生日的人台岛，方言若有遇到咱家己看有毋对，请过界人员来反映。台岛事项第1，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的咱台岛，为中华中华50周年时间来祈祷。第3，为总会总干事林凤忠牧师的康复来祈祷。第4，为心心欠安的兄弟，咱来甲台岛，为
教会青年下课嘅祈祷，第六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七为姊妹教会代祷妇林一岁以及德克达亚，这是来吟上行的圣诗510首。510首，阿乐上帝至权至尊，造化主万福原本，天顶圣赛，天下万民，永远阿乐白子圣神，请起立吟全首，吟四刷，请庄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大家请坐，阅读闭会。